进上山线，以石口怀念旧文化。上山旧名是石口百年老树，毋是凊彩乌白搭，你鱼头面马来教。石口鸡改装变夜市，花玲珑卖十世，蚵仔面线臭豆腐，上山教堂圣诞夜，唱新歌互大家听。车头捷运新建设，石口怀念旧文化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。哇，阿孙仔啊，听你是啥物日子遮尔那欢喜？下课转来过会念歌诗啊！阿公啊，今仔日学校带阮去坐捷运呢。上山车头本来就真侪人，今仔日又搁是捷运上山线新开通的日子，规上山变啊闹咧滚滚，敢若亲像过年诶。遮好康哦，学校过会带恁去坐捷运哦。是啊是啊，搁有啊。今仔日阮咧坐捷运的时，老师讲问阮讲，敢知影石口是倒位的地号名？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人敢举手。尾啊，我雄雄想着阿公顶摆咧教我的歌词，我着讲是上山，想袂到真正互我摇着安尼。阿孙仔，你咧念的歌词，毋是阿公凊彩斗的哦，迄是咧咱上山古早一段历史啊。是吗？我哪会拢毋知影？嘿嘿，你毋知影阁真济咧，毋知无要紧，来，你摕古椅仔坐落来，点点听阿公讲故互你听。啊，阿公啊，你讲要怎低头皮啊？啊哈，无礼貌，猪头皮是怎无油的啦？阿公的故事是正讲猪板油油咧咧，真材实料，通人学落的啊。敢有影？那安尼，阿公紧讲。上山的古早名是叫做石口，学校边仔有三仙楼公仔飘，百年的历史是袂当乌白讲的。三仙老公仔飘。着校门口迄三丛百年老树啊，因是咧保护恁学生囡仔平安到读册啊。哇，阿公你嘛知影校门口迄三丛百年老树哦？老师讲这三丛老树的名是启动阿嬷、本老仙甲万寿祥。这我知，过来咧。上山下面妈祖保有灵舍，地动千里顺风来护驾，保庇信众平安免惊吓。我知啊，阿公你讲的是上山妈祖经啦，阿母拢嘛带我去迄边拜拜保平安。真好。再来讲古早时代，宜兰家人啊，甲上山13庄的人。逐个坐船、骑车，踏走来石口街头找行李，花玲珑卖十世，大项小件生活用品，细鸡买卖拢嘛爱伫遮。俗语伫咧讲，去家人担土炭，转来石口转皮单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想袂到上山伫古早就真热闹。毋对哦，上山遮哪有船通坐？古早若是要坐船，就要到即摆彩虹桥下骹的渡船头去等。尾啊，家人好无法度开船，又搁加上对大潮亭到家人的铁基路开通，石口街就慢慢啊失去了光彩啊。莫怪迄边的路标写渡船头，原来是即个意思啊！啊，廖河街古早名是叫做石口街，阿公啊，这我哪会拢无听你讲过诶？公孙诶，上山的历史久长，讲甲你捌喙手好拍甲啦。哪有呀？我阁是囡仔，哪会发喙手？好啦，咱阁来继续讲落去。上山教会旧名是叫做石口礼拜堂，你莫看了无点哦。即摆上山教会虽然是要重返过，毋过当初时马街博士传道这些精神，还阁伫咧大家心肝底啊。啥物啊？即摆上山教堂较早是马街博士起的啊！厉害！我敢若知影教堂有人咧唱圣歌做礼拜，毋知影有即段的历史啊！真正无讲拢毋知呢。啊，恁公孙仔是摕上了未？要来去洗牙齿？阿嬷你好啊，阿孙啊，咱今日先讲到遮，莫让阿嬷等伤久，咱紧来去洗牙齿看文化。好啊，我想要洗牙齿啊，咱紧来去。